要不然我们一起陪您去校长那儿看看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去看就好了，谢谢。还是算了，别去了。廖老师，你怎么这样啊？试都考完了，成绩不敢看啊？好，就凭你这句话，我去。芊芊，廖老师，你的成绩单刚刚送过来，既然你已经来了，就打开看看吧。校长，要不然你替我看看。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畏首畏尾了？啊，这个，校长，你懂的。不是吧？早知道你就应该听我们的。唉，谁叫我是你们老师呢？来，记几看，71分。二位来了。邱主任，怎么可能？这个人怎么可能通过教师资格考试？他会不会是作弊了？哎呀，周老师，这种可能性不会。这不可能。廖学斌不作弊是绝对考不过的。不过没关系，他还要上公开课，我这就去联络其他的老师。邱主任，我一定不会让这匹害群之马继续祸害郁金香高中。来，宋老师坐。哎呀，宋老师，那你也是这么认为的？邱主任，我在想，廖学兵是不是真的适合做老师？以前应该承认，我们对他有些偏见，那是因为我们觉得他真的是一无是处。可是这段时间，通过我的观察，我觉得他所付出的应该得到我们的尊重。如果说他有唯一做的不对的地方，那可能就是他不符合我们对教师的认识和定义。宋老师，你说的有一定道理。这样吧，你给我一段时间，我好好的想想。好。哎，莫老师，周老师，您有事儿啊？是，我跟你说啊，廖学兵这次的资格考试啊，他如果不作弊，是绝对考不过的。不过没关系，他有一堂公开课，咱们啊现在要去联络一下其他的老师，不能再养这匹害群之马，继续祸害郁金香高中了。这个事儿啊，哎呀，莫老师啊，你就不要再犹豫了，你说是不是？咱们得为郁金香高中的学生和家长负责任啊。是，这个责任得负。但是呢，这样吧，周老师，您先去，我呢随后就到。好，那我先去联络一下其他老师，一会儿就过去啊。好。永元，等廖老师呢？我在等你。等我。我今天看到卓老师找你聊了很多。是。他是在跟你说廖老师的事吗？莫老师，我知道你因为我多多少少对廖老师有一些成见，但往往这些成见都是先入为主的。说实话，我以前对廖老师也是有看法的，但那是因为我不了解他。我们在不了解一个人的时候，
就习惯将他的生活碎片拼接起来。但是，你除了这些，还掺杂了太多的个人情感。我觉得咱们可不可以现在坐下来，平心静气的、客观的，对一个老师产生一个公正的评价？冰云，我其实对廖学兵这个人呢，没有任何的成见，我只是因为……莫老师，我知道你是一个有涵养的人，你会有自己的判断的。冰云，如果这样的选择可以让你更幸福、更开心，我尊重你的选择。如果有一天你不再幸福，我请你一定转世，因为我会在你可以看得到我的地方等着你。谢谢你，放开。这个第4部分呢是全诗的结尾，描绘了他俩的爱情。廖老师，我们刚才说的都明白了吗？明白了吗？哎呀，上堂公开课怎么那么费劲啊？像我平时给你们讲那样不就好了吗？亮老师，拜托你认真一点，这是决定你去留的关键时刻。认真一点。你说我当你们老师我容易吗我？哟，苏老师。苏老师来了，廖老师，这样有动力了吧？你们怎么了？苏老师，廖老师最近要上公开课了，我们先给他演练演练。上公开课你们得让他上来，现在是你们在给他上公开课。也对，廖老师你上来说吧。好了。哎，接下来给大家讲堂公开课啊。不是，你公开课怎么能说上公开课呢？你应该把公开课当平时的课来上。好，给大家讲堂平时的课啊。上堂拜阿母，阿母怒不止，习作女儿时。廖老师，你应该说同学们，这第几课？第几课？第几课？好，这是第几课？好，这是第2单元《爱的生命的乐章》，孔雀东南飞（括弧并句括弧）。上堂拜阿母，阿母怒不止，习作女儿时。停！当老师得有一当老师的样儿。第4部分，这是全诗的结尾。这样。上堂拜阿母，阿母怒不止。哎呀，你得站直了，然后念的时候要温柔，唧唧复唧唧，要有感情。却与小姑别，泪落，你懂个屁！下去。不堪母驱使，今日还家去。上堂拜阿母，阿母怒不止。语言需要节奏。节奏。你们先陪他练，我有办法。冰雨，是你吗？啊，冰云啊，找我有什么事儿？急事儿，你有认识的导演吗？校长，廖学兵已经通过了教师资格证的笔试，但是还有其他的一些老师有不同的看法。邱主任，先不说别人，你对廖老师有什么看法？我要不还是等这个公开课上完了，再看。虽然你能这么说，但是我还是能感觉到你对廖老师有很大的看法。按照传统的标准来说吧，廖老师呢，离一个优秀的老师真的还有着很大的差距。但是他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，把一个让所有人都头痛的班级变成现在这个状态，这就证明了他的能力。不言礼，本日无教训，见贵家子。同学们都先停一下，今天啊，我隆重的给大家介绍一位
非常有名的话剧导演王导。今天呢，就请他来帮你们廖老师排练排练。开始，习作。也里，本字开始。身小停。再来一遍。不耻西顿开始。愧贵家子，受非常金贵贵家，受母天津。开始，家去念。再来一遍。身小出野里，本次无教具。金贵贵家子，受母钱多多，不堪母驱使。今日还家去，念劳家里，却知道。跟之前说的不一样啊。你好，听着吧。同学们，在上这堂课之前呢，我想给大家讲讲别的。如何快乐的学习？可能很多同学觉得学习是件很枯燥的事情，但是在有些同学看来呢，学习其实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。而这些觉得学习是快乐的同学呢，已经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。好了，今天的课呢就讲到这里。在结束之前，我想和在座的每一位同学、每一位老师分享一下我这段时间的感受。虽然我的工作时间很短，但是我很庆幸，我在这段时间里遇到了一群很可爱的学生。我更加庆幸的是，我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悟到了这个道理。其实全天下的学生都是可爱的。在我来教书之前，我认为学校呢，就是老师在教，学生在听。其实并不是这样。在这个过程里，我从他们的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，他们的天真，他们的善良，还有他们的勇敢，每一天都在改变着我。其实成长呢，不单单是你的个子变高，或者是你的身体变健硕，年龄的增长。其实在我看来，它更是心智和想法的成长。从某种意义上讲，他们才是我的老师，而我呢，也在跟他们一起成长。谢谢你们，谢谢大家。
殷盛阳说呀，小白哥变人姑娘了。哎，你这话说的，这本来就是纯爷们儿。哎，你还愣着干嘛呀？把酒拿出来呀，磨蹭什么呢你？干什么呀？口心却在心中毁灭，就尊重我原地离开。我有那么好追吗？追上我再说。愣着干嘛呀？快追啊！要不了解